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來自 BBC 嘅報導，英國政府喺今年1月份錄得304億英鎊盈餘，創咗1993年有紀錄以來嘅新高，主要係因為受惠於資本增值稅、入息稅同國民保險供款大幅增加。今次稅收總額達到1333億英鎊，遠高於市場預期。雖然過去10個月借貸按年減少，但整體借貸水平仍屬偏高。財政大臣李運晴 Rachel Reeves 將會喺3月發表春季財政預算，數據為政府帶來一定利好消息。不過經濟師警告，工資增長放慢，失業率上升，加上經濟增長疲弱，公共財政仍然如履薄冰，經濟前景未算穩陣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政府1月份錄得破紀錄盈餘，主要係因為收多咗稅。英國國家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公佈，政府喺1月錄得304億英鎊盈餘，係自1993年有紀錄以嚟最高。而且幾乎係舊年1月154億盈餘嘅2倍。一向嚟講，1月份政府都會收錢多過使錢，因為自雇人士交稅多數喺呢個月計數。不過今年情況更加理想，分析原本預期盈餘只有238億，點知實際多出好多。統計局指出，1月總稅收達到1333億英鎊，比舊年同期高出13.8%，其中一個最大功臣係資本增值稅。財富管理公司 Avalon Partners 嘅董事總經理荷蘭斯 Jason Hullins 指出，2026年1月資本增值稅收入接近170億英鎊，比2025年同期大升69%。原因可能係投資者早喺2024年10月預算案加稅前，已經提早沽貨套現。另外，主負責繳交嘅國民保險供款都多咗29億英鎊，而入息稅收入亦比去年同期多36億。經濟研究公司 Capital Economics 嘅首席經濟師戴爾斯 Podels 指出，財政部凍結入息稅門檻，令更多人工上升嘅市民被推上更高稅階，都推高咗稅收。至於借貸方面，過去10個月，政府借咗1121億英鎊，比去年同期少11.5%，不過仍然係有紀錄以來第5高。財政部表示，預測2026年借貸水平會係疫情前以來最低。財政部首席秘書梅利 James Murray 指出，政府目標係到2030至31年度，將借貸減半以上，減少利息支出，將資源投放喺警隊、學校同 NHS。至於財政大臣李運晴將會喺3月3號發表春季財政預算，屆時預算責任辦公室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亦會公布最新預測。不過經濟師戴爾斯提醒，雖然1月數據唔錯，但全年嚟睇，借貸其實未見明顯下降，零售銷售上升，部分都係因為新年購買潮同健康潮，例如運動補充品銷量短暫增加，未必能夠持續。而且最新數據顯示，工資增長放慢，失業率升至5年高位。2025年經濟增長只有1.3%，今年可能只得約1%。佢話經濟未必足以減輕財政大臣同首相嘅政治壓力。保守黨嘅影子財相施榮達 Mel Stride 批評工黨嘅創紀錄高稅收同不負責任開支削弱經濟，通脹仍然高企，經濟停滯，亦冇清晰增長策略。另一方面，統計局經濟師費斯拿 Grant Fisner 指出，政府1月少咗利息支出，亦幫補咗公共服務同福利成本上升。至於李運晴之前提出嘅借貸規則，即日常開支必須用稅收支付，只可以為基建同投資而借貸，一直受到批評。不過財政部重申，呢套規則係唔可能會讓步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